学生下寒去做线工趁钱，嘛要注意，唔通落入去诈骗集团的圈套。台北有2个大学生哄骗去做车手，结果被警察掌到用诈欺罪来上班。专家来提醒，学生做线工，这个工钱若是坐甲伤过离境咯，这就无正常啊！这个目睭一定都要备好金，看这个工作的内容，甲当初所讲的，或者是这个合约是毋是有共款？另外是毋是违反着劳健保？若无吼，可能是钱赚无着无大紧，佮将做不法集团的共犯，留下着案底，将做一世人的污点。敢是去翕到一个穿黑色靴仔、戴黑色帽仔的查甫人，鬼鬼祟祟行来到一间厝外口，伊煞唔知影家己行为早就已经被警察解罪。警察找好时机，遂冲过掠人。原来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伊用加减警的步数骗一个查某人50万，第一摆骗到了后，佮骗第二摆，真正出唔是款。2名车手依照涉嫌诈欺罪移送侦办。这个车手可是一个大学生，所为着做临时工，变诈骗集团的下脚手人，总啊就提醒学生，千万莫因为钱多就扣城去。1个小时可以领到上千甚至于上万，这种就很明显的非常有吊诡的一个薪资，最好还是一个比较专业性质的。那么我们会有做多重的这些过滤，所以对他们的安全性来说，相对会比较有保障。另外，休寒找临时工，拢爱加看工课内容。和当初面试敢有共款，各劳健保的制度敢有完整，和敢有违反劳基法，这拢是找头路爱注意的代志。